啊一咬落去，迄只吼就安尼伫喙内底吼，嘣！哦，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大家好，我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地新闻的记者芬芬。其实吼，像咱这种为其他所在来台北的囡仔吼，有当时啊吼，拄到一寡台北人的时候吼，迄种思念家乡的心情，真的啦真正是安怎讲都讲袂清。迄种思乡之情，真正毋是别人会使体会的啦。是啊，像你是倒位人？我是彰化人。我是台南人。哦像咱两个哦，就特别有感觉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工课拄到啥物？无顺利的代志。是，感情拄到风欺骗，好骗感情啦家己的情路坎坷的时阵，咱就会吼想着家乡的阿母伫米被内底，伫面床顶悬偷偷流目屎。你敢知影我进前啊，伤心的时阵就会听一寡伤心的台语歌，所以有当时啊就会听到若想起故乡。我来唱，等下你唱了无听，我来唱。好啦，听你唱啦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怪伊，免怪伊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会讲到这个台语歌啊，其实母亲啊，还有这个妈妈，拢会使当做是一个祖上的代名词。咱有当时啊想着家乡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吼，就是阮老母。安尼爸爸应该会真伤心，哪会拢无想到我？无，因为咱开头讲过啊，母亲就是对啦祖上的代名词。讲到妈妈，我就会想到伊煮的手路菜。对，所以今仔日咱要来讲的吼，就是平常时啊，咱倒去家乡的时阵，老母会煮啥物手路菜互咱食。对，啊无就是老母吼，伊介意食啥物物件。像我进前啊，较早细汉的时阵，都住伫厝内嘛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拢会想要去食外口，拢无想要食妈妈煮的。不过啊，就是来到台北了后，只要回去厝内啊，就会真想要食妈妈煮的手路菜，比外口任何所在、任何的餐厅拢搁较好食。即你讲的这件代志，我感受嘛足深的。对。譬如讲吼，我以早两的时阵，阮老母上定煮的，就是青梅，啊，伊就会用迄米梯罐头有无，啊，佮伊佮炒一下葱仔卵的啊，我就会当食几粒碗。啊，你真正就好食的啦。是即摆我倒去的，就会当食几粒碗。啊，以早吼，我也是搁咧读册的时阵，阮老母煮这，我拢会甲翕。哦，敢若搁是这啦，勉强安尼白一碗白白，啊，就感觉哦，可紧刷，凊彩食了了。啊，即摆才知影青梅的好啊。嘿啊，我即摆倒去了吼，我就上介意食的物件吼，就是阮老母煮的青梅啊，配米梯罐头啊。哦，真的啦。嘿啦，哦，够好食的。啊，讲到哦，阮老母咧煮梅的时阵吼，跟其他煮梅的方式较无共哦。伊会用迄青米有无？哦。一只放入水内底，啊来开始煨，啊煨甲变软软烧烧迄种梅。哎，你讲到梅，讲到即个米啊，就真重要。就我想到即个婚礼嘛，西礼米嘛就赞的。西礼米哦。迄西礼米吼，我甲你讲啦，迄就是 Q 弟弟个弟弟 Q 的滋味。而且听讲是自即个日本时代的时阵啊，就开始用即个红莱米啊来做即个改良。哦，因为伊做啊咧种的，迄个所在咧种的时阵哦，迄个所在是倒位啊？婚礼的就是西礼米就是西。啊，西礼哦，西礼米就是西礼哦。对啦，边啊都有迄个卤水溪。哦，卤水溪。对，而且因为即个卤水溪的水质真好，就真适合种即个西礼米。啊，煮开的米就做香安尼，听讲吼，以早伫咱台湾咧种的时阵哦，种好了吼，就送去日本吼，互日本的天皇食。因为真正是真高级的米。哎呦，听起来足赞的呢。系啊。啊，讲到农作物吼，我会想到一项物件。啥物件？就是阮老母啊，伊伫咧少年的时阵，就是我甲佮细汉的时阵啊，大概国小迄段时间啊，下早起来的时阵吼，伊上介意做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啉一杯咖啡。啉一杯咖啡，这精神拢来啊啦！就是靠这个提神啊，因为阮这囡仔吼，就是歹教。啊，有精神拍囡仔。对，咖啡吼，讲到咖啡吼，一想到就是婚啉的古坑。古坑乡的咖啡真正有够赞。对，啊，伊迄个古坑吼，就是为荷包山日本时代的引进
进阿拉比卡细粒果子的咖啡。迄种咖啡就好啉的呢。对，啊，伊慢慢啊吼变成本土的种，到最后吼慢慢啊改良做本土的咖啡。高坑的咖啡安怎有名咧？你若想到台湾的咖啡，你就会想到高坑。不过讲到早顿，若是食了，我就会随想到中昼顿。啊，恁老母手路菜是啥？我甲你讲，我就介意即个蒜头炒水莲。蒜头炒水莲。蒜头加即个水莲实在是有够赞的，尤其是即个你头拄仔讲到高坑对无？即个蒜头就是伫云林的刺东乡，嘛有出产即个蒜头。我跟你讲啦，蒜头吼根本是台湾上爱人的一个配料。真的。一天无食到蒜头吼，你规身躯拢。奇怪的啦。嘿啊，规身躯拢无爽快啊！啊，蒜头吼除了会当像你讲炒材料吼，有当时吼豆油内底嘛是爱放一寡蒜头。哦，迄种蒜头加迄早顿的迄啥物蛋饼就好食的。蒜头加蛋饼。对，蒜头豆油啦。蒜头你加伫个蛋饼内底，食起来足奇怪呢。蒜头豆油。我跟你讲吼，讲到中昼顿吼，伫阮厝邻家乡遐吼，上介意食的物件吼，是啥？就是五桂鱼。我即摆起来台北了后，几乎拢食到五桂鱼。我嘛毋知为虾米，可能是台北人吼，感觉家己较高尚，可能迄五桂鱼吼爱食迄泰国水啊，迄种落落迄种水啊，毋知食啥大汉啊肉较有较臭臭一点嘛。台北人无介意啦，我们这真较粗俗的人吼，就足介意食鱼俗啦。啊，毋过讲到这是安怎会叫做五桂鱼？嘿啦，就是较早有两个台湾人去日本做兵的时候，一个姓吴，一个姓桂，应该迄遐用了来台湾了，就叫五桂鱼。伫云林迄个所在开始咧养殖这五桂鱼的时阵吼，慢慢变成台湾的本土鱼啊了吼，伊就开始甲改名叫做台湾鲷。我跟你讲吼，人饲出来迄种五桂鱼吼，伊的肉吼是做甜的，做油的，做炸的，而且吼伊即马会当甲变做沙西米来食。你讲到这，互我暗顿就想要来食这个沙西米，毋过嘛，互我想到，就是进前啊，有当时我转去厝内的时阵啊，阮兜妈妈就会准备这乌鱼子，加迄啥物膨果，切做一片一片做伙食，够赞的啊！乌鱼子加膨果，我第一道听过，毋是吧？乌鱼子应该是一个起托啊有无？啊，炒一个乌鱼子，炒肠啊，什么物件吧？我第一道听过膨果。啊，毋过阮兜拢安尼食，真正足好食的。是真正有膨果安尼炒吗？真的有啦。嘿，咱的摄影师底下一点头吼，是感觉真正足好食。也毋过，其实我本身吼无啥介乌鱼子的味啦。也毋过我听讲乌鱼子云林嘛有呢。对，就是伫云林的口湖乡，像这个所在啊，就是外海边啊嘛，所以就拄好有扇到这个海风。哎呦，我较多讲个五桂鱼，伊嘛是伫口湖对。像我平常时啊，无法度像你食遮尔贵的物件，啊，咧看伫遮店啊。有当时啊吼，咱平常时啊咧食的时阵食迄水果，你平常想食啥物水果？我上介意食西瓜，这西瓜甜蜜蜜哦，足好食的。西瓜我嘛足介意。我甲你讲，我搁爱食到什么程度，你敢知影？我直接去网络顶查讲，倒位有出产西瓜。对。像这个云林的二仑乡，嘛有出产西瓜，足好食的。我甲你讲，尤其是西瓜啊，搁真会当解喙焦，热天的时阵有无？咱就平常时去外口吹风，啊配这个西瓜，有够享受啦。拢免开冷气。啊，像我吼，平常时啊足介意食其中一项水果，就是柑仔蜜。像迄云林的四哦，伊嘛有出产柑仔蜜，多好是安尼啦，细粒的迄种柑仔蜜安尼。哎呀，平常时啊看到有大粒的柑仔蜜，真大粒。对。啊，云林的迄个大概是真大，甲切开啊四半，碎一半，碎一半安尼。啊，柑仔蜜吼，伫阮兜咧食的方法吼，有就讲混豆油啦。混豆油。哎呀，大家拢感觉吼，我家乡这个所在吼，食的这项方法哦，听起来嘛是感觉足奇怪，因为在台北吼，无人安尼食。我等去试看卖的。嘿啦，买当入菜呢。因毋过我上介意食的柑仔蜜吼，就是种安尼细粒的，一喙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我上济通啃5粒。哦，食较足煞脆安尼。嘿啊，啊一咬来去，我一食吼，就安尼伫喙内底吼，嘣。哦。就真高级啦，是安尼喷啊，你就感觉足爽的。啊，咱今仔日吼讲到遮尔济拢云林呢，咱一讲食的物件吼，有足济物件拢为云林来的。云林吼，真正是咱台湾的农业的大官，不得了，全部拢云林啦。对啊，啊，观众朋友，你也去云林佚佗的时阵哦，会当去云林买一寡农产品。咱后一道有用的时阵，咱来讲其他所在，像我家乡吼，嘛是拢会当摕出来讲。嘛会使来讲我的家乡。中华有物件吗？中华哦，应该无云林遮济啦。哎呀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去看咱的台语真认同，拜拜。
我无法度像你啊，食迄乌鱼子啊，遮尔贵的物件。我平常时拢食乌龟鱼啊，凊彩平常时我拢无咧食，足轻欠的啦。哦，迄是过年的时阵对吧？对食的啦。对啦。哦，因为吼，我无法度像安尼，看你做伫遮店，我食啥物山珍海味啦，吼。